后来这礼拜六高雄市长的补选，单机卖甲家己定一个真悬的目标，希望这个得票数会当超过当时罢免韩国瑜的票数939090票。韩国瑜是不是会伫最后的关头徛出来帮李美珍徛台？目前也未确定。也毋过吴益政讲，找这个韩国瑜来，敢若会刺激出更较侪民进党的支持者。 期盼新的市长能够为我的故乡带来改变。2018年接受选举失败事实，单机败2年了后，搁一败。我就是单纯想和亲如家人般的市民朋友一起努力。上新的竞选广告讲伊当来选举的理由，而且伊嘛讲，希望这摆摕到的票会当超过罢免案的93万票，安尼才是赢到有水开。那我相信，市民的期待。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。选战来到最后的时刻，去用罢免的前市长韩国瑜，敢会出面替国民党的李美珍辅选？民众党吴益政讲，安尼搁较侪票留位单机买下去。只是为了增加选票，又不足以让这些当选。你出来只是激怒，让民进的支持民进党后，本来就是讲这场罢韩就好啊，就回到正常去算。你个出来，民进党个给票，看起来可以没人看待，其实是你替民进党的邮票啦。但是李美珍讲，团结上重要。一点都不担心，我就是希望表现我们蓝军全部都团结起来。补选要到啊，6月初6起互罢免的韩国瑜，是不是会出现为李美珍徛台？即马阁唔知，但是对选情来讲，嘛是有可能是一个变数。